好綁住自己，因為你一綁自己即係歧視，你一歧視你係輸咗，人唔可以歧視。第二樣就係恨莫能，人生路上日日都係抗爭，日日都係對抗，仇一定有㗎啦，發生咗，但係唔好留恨，留下你自己嘅健康受影響，亦都影響你對事物嘅判斷。如果你能夠放得低，唔留恨咧，你做咩都會成功好多，亦都健康會好多，係無價呢樣嘢。我好多鬥爭我成，乜嘢都會令到人，但係我永遠唔係要發生就冇辦法。第三，敬乃神，係敬神，好多人話係咪對人迷信啊？你諗下我哋中文幾多詞講神啊？如有神助，神來之不，神出鬼沒。我哋嘅文化可能都係有鬼有神，點會冇神？我唔係叫你迷信，但係心中有神咧，令到你比任何人都強。第一，你自信強咗啦；第二，你唔使睇法律書，你覺得咁做係衝到神，係犯神，係唔啱嘅，所以你心中有神咧，係比咩更強？呢9個字其實加埋晒咧，第一、第三綜合得一個字。就係 respect 敬你朋友，敬你嘅敵人，敬你身邊嘅人，敬神，敬鬼，敬佛。當你有個敬字咧，做人咧，去做人哋歡迎你，冇人會歧視你。所以我做人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呢9個字。咁呢9個字咧係我多年嚟累積嘅心得，咁係希望大家分享。如果大家認同嘅，可以收起嚟；唔認同嘅，各自風騷，唔緊要。多謝大家。我哋嘅咁啊，呢度一定要多謝阿大師。多謝阿魏師傅。因為魏大師寫詞咧，就要用靈氣嘅，佢唔係靠支筆，佢係用宇宙間嘅能量咧，要集時辰，集埋啲人喺一齊推，所以佢能夠做到咁嘅層次咧，國家頂級。咁啊，多謝魏兄，多謝支持，多謝多推同我師弟阿Simon，師弟Simon幾十年嘅師弟。咁啊，專登澳洲翻嚟捧我場，有佢喺度，我唔驚冇牛扒食，唔驚冇朱古力。嗱，咁而家咧，因為咁難得啦，有魏大師嘅呢個咁有靈氣嘅作品送咗俾許 Sir 啦。咁而家我哋有請Dr. Lily 同埋Simon兄咧，不如頒發個紀念品俾魏氏傑大師好唔好啊？好嘅，咁有請。